你别闹，你真的别闹了！我求你了，我没跟你开玩笑。跟我走，你看看我，走！我求你了，欧阳，你是全世界最好的老板。你能拽动我吗？我刚才我就站着，你能拽动吗？啊！我看你给我走一个，你拽得动吗？你听我的，欧阳1701，难道你就不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连手机都不要了？我不想知道什么原因。没准还活捉女大款呢。我更不想胡说什么女大款。怎么？你能不能不要跟思雨一样喝多酒瞎胡闹？我不管，走。必须。欧阳，我真没看出来，你怎么现在记性那么好？我喝多酒说的话，你到现在都记得。你也不想记啊？你那天给我喊了几百遍，你知道吗？我咬你了，欧阳！手机拿走了，我们走呀！我走了，思雨，别走！对不起啊，其实我一出门我就后悔了。你躲起来也是为了我好，刚才是我不对。2周年快乐！2周年快乐！别打走吧，咱走吧。我欧阳，我徐思雨，还有林美雅。陈哲，开门啊！陈哲，你赶紧给我开门！走吧。哎，你这么躲着，是不是屋里藏什么人啊你？欧阳，为什么？欧阳在外面呢。哎，陈哲，就是因为欧阳在外面，我更要开。就是因为欧阳在，你更不能让他知道你在这儿啊。那怎么办？快点开门！就这么一直关着门吗？开门，陈哲。开门！开门！你回去一下，你先躲躲。你让我多吗？屋里藏着什么人啊你？我告诉你啊，陈哲，你手机在我手里，你要想拿走的话，赶紧把门给我打开。开门！思雨，我爸打电话了。开门！别喊了，我爸打电话，我接电话去。就在这儿接。开门！赶紧把门给我打开。爸，听到没有，陈哲？思雨回来了，赶紧把我跟思雨在外面吃饭呢。开门！怎么回事啊？哎，怎么有男的声音啊？你们是不是去小哲家了啊？没事，爸，我们都挺好的。哎呀，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我先挂了啊，爸，我特别好，好，拜拜。陈哲，你不开门是吧？我明天就去你公司揭露你的丑恶行为，正好你们老板也在这儿，他能替我作证，是吧，老板？对，随便揭发。听见没有？识相的开门，开门！思雨，小龙虾，你不是想吃我爸炒的小龙虾吗？我爸炒小龙虾可好吃，你想辣的，别啤酒，哇，好好吃，快走吧。火呀！正好啊，大家都在这儿，大家好好看看啊！记住，这房间里的男人把自己的正牌女友给甩了，在外面找了小三儿，让人家足足等了他20年呀！一个女人的青春全部给毁了！开门！哎呀，你们这人家这报警，非法闯入，你知道吗？走啊！你再不开门，我们就非法闯入了，你信不信，陈哲？我求你了，真的。闹够了吗？
干嘛不开门啊？我藏人了。林美雅，什么意思啊？去。我没有想来找你，我也没有想打扰你。今天晚上事情其实很简单，思雨原本是想跟你谈谈，就在电话里面谈谈，结果你把电话给摔了。陈哲，是我要来找你的，有什么话你跟我说。你给他俩带的路啊？都跟你说了，今天是思雨要过来跟你谈话的，你老盯着林美雅不放，什么意思？欧总，现在是下班时间，这是我家，你跑过来闹，你不觉得有失身份吗？今儿我这身份就是了，怎么着啊？啊！我跟你说，我今天就是以林美雅的好朋友的身份过来的啊。那我作为员工的身份提醒你一下，你要是有这闲工夫，你为什么不好好想想那4场秀怎么弄？那就用不着你操心了啊。思雨，你有什么问题赶紧问他，我懒得听这混蛋的废话。我告诉你，陈哲，你丢在楼下的手机我帮你捡回来了。那么，请你告诉我，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像丢一个手机一样把林美雅给丢掉了？思雨，说得着吗？啊，这是我跟林美雅之间的私事，你听得懂吗？林美雅，我跟你说清楚了没有？我跟你说清楚了没有？喊住了！你跟我说清楚了，说清楚怎么了？说清楚就有理了。你至于那么生气吗？你至于让我们来你家就那么生气吗？我告诉你，陈哲，这是破店，我林美雅一辈子都不想来。走了，别闹，回去。什么走不走？我告诉你，陈哲，你别以为林美雅善良，你就可以随便欺负她。从前一天她在法国的时候，你还爱着她死去活来的，第2天你就要跟她分手了。你别告诉我1天的功夫你就烦了，我就想知道真相。什么真相？什么叫真相啊？我今天爱她，我明天就可以不爱她。怎么着？你谈过恋爱吗？你有公式，你能算出来啊？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啊？你别拉我瞎扯！我告诉你，我怀疑你早就出轨了，而且你脚踏2只船，直到林美雅回来之后，你才露出你的狐狸尾巴。你怀疑我，你就能跑到我家里来闹什么？你有证据吗？证据呢？你要证据是吧？哥们儿，姓陈的说要证据，怎么办啊？能怎么办？找呗。好嘞。不要紧啊，这是我家啊！哎，叫我报警啊！哎，陈哲，马上报警！陈哲，你不能报警！陈哲，他不是故意的，他们真的没有恶意，报警这事大了。陈哲，你真的不能报警！美雅，你没事吧？哎呀，陈哲打美雅了！喂，你好，我要报警。快点上，干嘛呢？
错了。哎呀，你能脱离他的魔掌，简直就是老天爷眷顾你。好了，思雨，别生气了。陈哲，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对不起啊，我跟你道歉。咱们商量一下，能不能别把这件事情闹大？大家毕竟是一个公司的，抬头不见还得低头见呢。你就看在咱们都认识那么多年了，算了吧。林美雅，你是不是脑子被磕傻了啊？你给这种人道歉，是他先碰的你好不好啊？啊？好了。哎，头儿啊，你叫的车什么时候到啊？马上就到了，叔。哎，少爷啊，你们还在芳华国际吗？什么芳华国际啊？林冷先生，我是吴警官，您女儿现在就在派出所呢。在派出所？对，民事纠纷动手了，正在调解呢。你赶紧过来吧。好，我马上过去，马上过去啊。哎，土豆啊，你轿车到底什么时候到啊？到了，小吃街门口呢。你招呼着啊，招呼着啊。你们俩这次的性质跟上次可是不一样。博洋，上次你可是见义勇为，这次你可是酒后闹事啊。上次，什么上次？说说吧，你们打算是公了啊，还是私了啊？私了，吴警官，我们要私了。那得看看受害者的意愿，你说对吧？吴警官，林美雅才是受害者，是他先动手打的他，他脑子被他肿了。警长同志，您刚才说的公了和私了分别都是怎么一个处理方法？私了呢，就是你们双方商量一下，协商出一个赔偿金额。这公了呢，那就先验伤吧，看看伤势如何，轻伤以上就够判了。那一般能判几年呢？你是不是还没完了？你心里有结症啊！干嘛呢？干嘛呢？这是派出所，都冷静点。小张，把他带到隔壁房间，冷静冷静。吴警官，你不能把欧阳带走，你要是把他带走了，他怎么调解呀？怎么调解？你看他什么态度啊？我看今天是解决不了了。那您把我也带走。那你们都去了，算上我一个。这事儿也凑热闹啊！小张，把他们仨一块儿带过去，冷静一下。走吧。那个陈哲什么情况？伤得严重不严重？我听负责的民警说，他脸部受伤，这个有点麻烦。如果符合人体轻伤鉴定标准的话，就够判了。当然，前提是如果陈经理坚持要走法律程序的话。梅雅，这是我第一次进局子哎。梅雅，刚才那个警察说上次也是你们俩，欧阳还见义勇为，他怎么见义勇为了？就是我莫名其妙被绑架了。你被绑架了？你怎么不跟我说呀？欧阳他怎么救的你？哎呀，好了，思雨，这件事儿等回头有时间了，我慢慢跟你说。说你们俩可真行啊，一个因为第一次进了派出所兴奋得不得了，一个就像没事人一样。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担心陈哲他到底选择了公了还是私了？啊，万一陈哲真的选择做法律程序怎么办？大不了坐牢呗，正好可以去一个远离纷争、没人打的地方，我求之不得呢。
周思雨。对。天哪，你们俩还笑得出来？刚才说的情况都属实吧？董事，民警同志您好，我叫欧长林，欧阳的父亲。民警同志，如果是欧阳的错，他该负什么责任就负什么，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董事长，我是欧氏的员工，我要为欧氏的发展考虑。这件事我觉得如果传出去，会对欧氏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吧。欧总跟我之前有些误会，我回去跟他解释一下就好。警察同志，我选择私了。民警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可不可以先带他到医院做个检查？将来要是有什么后遗症，我们会负责到底的。没问题。先带他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好，谢谢董事长。爸，对不起。林叔叔，都是我的错。我在法国一听说梅雅跟陈哲分手了，我就憋着一股气，奔着要找陈哲谈一谈的目的我就回来了。我一见到梅雅，一高兴就多喝了2杯。我们谈到陈哲，我一生气就跑去找他了。梅雅她是拼命拦我，可是也没拦得住。真是抱歉，林叔叔，第一次见面就给您留下了这么不好的印象，真是对不起。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啊。这事怎么能怪你的？要说呀，梅雅能有你这么一个朋友，能够为她出面，能为打抱不平，叔叔应该谢谢你才对呀。啊，对了，欧阳打陈哲也绝对不是故意的，是陈哲先动手推梅雅的，梅雅的头正到了桌角上，当时就鼓了一大包。这要紧吧？哎呀，爸，哎呀，没事爸，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没有思雨说的那么严重，他太夸张了，你别担心。没事就好。好，那咱们回家吧。好，咱们走吧。你真的不打算追究欧阳的责任？本来呢是想追究的，但是仔细想想，他毕竟是你亲弟弟啊。再说了，你爸都来了，那我不如做个顺水人情，给你爸个面子。而且啊，如果能用这点小伤让你爸记住我觉得也挺值的。咱们这2周年过成这个样子，乱七八糟。改天给你补过一个啊。疼吧？没事。那今天就委屈你跟我挤在我的这个小房子里了。哎，我从小就幻想有一个姐姐或者妹妹，然后挤在一间小卧室里，就像这样的小卧室。
然后再打一张上下铺。好，那就随时欢迎你来我家跟我当姐妹。我明天就去买个上下铺，怎么样？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可以吗？当然可以了。哎，思雨，你这趟回来为什么不跟你爸说呀？嫌麻烦喽，我要先回来见你嘛。哎，那你没有行李吗？放酒店了。哎，先不提我的事儿了。我没想到陈哲还真没追究了，早知道就应该让欧阳再打他个300遍。你可千万别再吓我了，还打300遍，我刚才都要吓死了。幸亏陈哲他不追究，你说他万一真的要追究，这可怎么办呀？哎，对了，梅雅，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你跟欧阳进展到哪一步了？什么进展到哪一步？就是上司和下属之外，你们俩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俩就是最单纯的工作关系。还有，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天我辞职了呢，我跟欧阳就没有任何关系。是吗？我看没那么简单吧。就算是上司为下属出头，也不至于做到这种地步吧？你看他把陈哲给打的哟，还有，他看着你受伤之后那表情的眼神，我看可不像是普通朋友之间的关心。哎呀，思雨，那真的是你想的太多了。他为我出头呢，是因为我在工作上帮他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他本来今天就是要打算请我吃饭的。话再说回来，要不是我们帮他抵挡黎薇薇，他才不会让我做他的秘书呢。我也压根就不屑当他的秘书。我是掉进了一个圈套，这么大一个，就掉进去了。笑什么呀？没什么，没什么。哎，妹呀，你之前跟我说你被绑架的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赶紧给我说说。哎呀，这说来就话长了，你准备好听了吗？全世界最乌龙的事情被我碰到了。你听说过绑错人吗？绑错人？我就被人绑错了。不然我每天这么听话，谁来绑架我呀？我那天啊，本来在地库里面要去等陈哲的。陈哲这段我就跳过，我不太想讲他。反正就有一天，我就忽然一下就不知道怎么被一个人拽到车上，然后就被人家揪着头发，你知道吗？特别凶，他们打我，我脸都受伤了。然后拍的照片回头我给你看。姐，你找我啊？你把陈哲打了，这事你也知道了？你有没有搞清楚你自己是什么身份？你随随便便打一架，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替你擦屁股？事情要是传出去，对公司有多大的影响？你考没考虑过？又是因为那个林美雅？不是。那是什么？这是我的私事，你就用不着知道了吗？欧阳，我告诉你，我会一直盯着林美雅那个祸害。她要是再出一点错，我立刻把她赶出公司。听清楚了吗？我已经说过了，这件事跟林美雅没关系。那陈哲他就该打。陈哲是我的人，你打他就是在打我。跟你强调一遍，林美雅是我的人。从现在开始，如果有人再敢打她的主意，也别怪我不客气。好，策划案具体方案出来了吗？如果你不行的话，趁早说，我换人。出来了。15分钟后会议室开会，有问题吗？没问题。
们完全可以把彩妆的发布融入到泳装、童装还有内衣的展示环节当中去。公司以往的彩妆发布活动大多都是配合的高级定制的奢华服装来进行的，虽然突出了展示效果，但是有2点劣势。第一，就是定制服装的周期和成本都非常高；第二，我们的化妆品是卖给大众消费者的，高级定制的奢华服装与妆容只会与消费者产生距离感。所以我认为在这次的秀里，model 的妆容更应该突出亲和力、功能性和便捷性。关于这次的策划案，我要具体说明一下，方案的主体跟创意都是由林美雅独立完成的，希望大家给她掌声。好，那就先按照这个方案进行。但是我提醒你，目前的一切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下面的执行才是最重要的，明白吗？明白。散会吧。我怎么没发现？哎，你记忆力这么好，我就说一遍你都能记住。想记的怎么都能记得住。欧阳，行了，人在后面，有什么回去再说。哦。你看见没有？我姐刚才脸都绿了。来，庆祝一下，庆祝一下！来，再。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太得意忘形了。你姐说的对，接下来的具体执行才是最重要的。你看我干嘛？谢谢你啊。合作愉快。突然这么正经，我好不适应啊！本来就是正经的人嘛。合作愉快。你怎么了？不去哪儿？你装吧你！我去干活。爸，这么大的惊喜你怎么不搭理我？你昨天晚上在哪儿住的呀？爸，您怎么知道的？我不光知道你的飞机几点落的地，我还知道你昨天晚上跟谁一起吃的饭。好啊，我再三叮嘱王经理千万不要告诉你，早知道就不去你的会所吃饭。你别误会人家王经理，到现在他还帮你保密呢，可架不住你老爸眼线多呀！啊！好啦，我老爸最厉害了，小女子甘拜下风。哎呀，哎，思雨啊，你是怎么认识欧阳的？爸，您认识欧阳啊？欧阳我不认识，可我认识他爸，欧氏集团董事长欧长林。那您跟欧家熟吗？
你问这个干嘛呀？因为美雅现在在给欧阳做秘书，所以我要侧面打听一下他的家世。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性格以及修养起到很决定性的作用。哎，那你觉得欧阳这个人怎么样？爸，他这人特有意思，说话办事看起来吊儿郎当的，其实挺男人的，有担当。是吗？哎呀，能让我女儿这么夸赞的男孩，我还是头一次见。爸，人家是帮美雅观察的，您别误会。我知道林美雅是你最好的朋友，这样，什么时候把她请到家里来一起吃个饭？我也好当面谢谢她在法国对你的照顾，顺便把欧阳也请来啊。欧阳啊，就算了吧，人家愿不愿意来还不一定呢。那个，我去把行李收拾一下。先生，请问你有什么事吗？不好意思，我想打听一下，咱们单位那个研发部的产品研发部吗？哦，就是那个搞化验研制产品的地方。我想您可能是搞错了，我们集团的产品研发部设在苏州，不在这里。这怎么可能啊？我女儿就在这儿上班，来了有段时间了。您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呢？我帮您查一下。哦，叫林美雅。林美雅她不在研发部，她是我们集团欧总的行政助理。什么是行政助理啊？简单来说就是秘书。是哪个欧总啊？就是欧阳，小欧总啊。他们俩现在外出，不在公司。这4家待选的场馆我都挺满意的。那你觉得哪家最好？各有千秋，很难决定。这得把这4个地方的布展成本全都算出来，才能做取舍。看来今天又走不了了。你今天又要加班啊？我跟你说，我现在浑身上下就跟上紧了发条一样，让我想想我就浑身难受。行啊，你欧总，摇身一变有为上进青年，是谁给你的魔法棒？别卡定，来位欧桑。赶紧的，咖啡去。
3个，重新给我洗了。怎么就得重新洗了？怎么就得重新洗了？这所有的盘子都是我一个一个认认真真洗的。你故意的吧？你找事儿是不是？你的意思是我没事闲的是吧？告诉你，我很忙，赶快给我洗，不然我就扣你3个盘子钱。凭什么呀？我又没摔碎。我告诉你，你给我等着，等我自由的那一天，我立刻让我哥把你给开除了。等你自由那天，怎么开都行，不急。现在赶快给我洗了。小雅，回家了？哎，没有，我还在公司呢。今天又得晚回去了。这怎么又晚了呀？哎呀，大公司不都这样吗？没事就得加班。再说了，人家加班还给加班费呢。月雅，哎，爸，我先不跟你说了，我们领导叫我，我就跟你说一声，你别担心我啊。啊，挂了。哎，这林美雅不在产品研发部，她是我们集团欧总的行政助理。什么是行政助理啊？简单来说就是秘书。叔，油！叔，我看看。不用。我看看，这不中，咱去黎东那儿看看，他家估计有药。走。哎呀，没事。别动。哎呀，没事。黎东，二位，你要的宫保鸡丁，请慢用啊。黎东，哟，林叔怎么回事？林叔，俺叔的胳膊烫着了。怎么烫成这样啊？被油崩着了。我说，你这儿有药没有啊？有，小刘，马上拿一些消了毒的毛巾，还有冰块啊，消了毒的毛巾啊，快点！您这是被油给泼上了，林叔。土豆，你赶紧回去吧，店里不没人招呼，快去。不中啊，没事，我在这儿呢，快去照顾生意去。黎东，拜托你了啊！放心吧，快过去。梅姨，赶紧给我找一块消过毒的毛巾。这毛巾干什么？就那个老林手给烫的，看着挺严重的。哎，哪个老林啊？就林家大排档的老板林志国，林美雅他爸，可不就是吗？哎呀，没事啊，我刚才擦了酱油了，一回头把这泡挑开就没事了。可千万不能挑泡，我一会儿用冰块给您敷一下，抹上烫伤膏看一看，不行还得去医院。来，给我。伤这么严重吗？没关系，没事啊。这烫伤了，可千万不能挑泡，第一时间得用冰块敷，要不然真得感染了。看什么看？刷你的盘子。忍会儿说。什么味儿啊？这么香！我就知道你得顺着味儿下来。锅里焖带鱼呢，一会儿就吃饭了啊。焖带鱼，馋死我了都。美雅，干嘛呢？